大家好，又係我物理治療師 Billy。上次咧就同大家介紹咗一啲被動式嘅治療，點樣可以幫助你哋嘅坐骨神經痛啦，同埋下背痛做一啲舒緩。今次咧就輪到一啲主動式嘅治療方案咯。好多時我哋處方練習嘅時候咧，都需要一啲可量度嘅指標嘅。咁我哋可以監測住患者嘅進度啦，同埋調整一下難度。咁喺呢個情況下咧，一啲高端啲嘅儀器咧就非常之幫到手。以呢部機為例，佢入邊有預設一個模式咧，係專係俾坐骨神經痛或者下背痛嘅人士去使用嘅。嗱，當我撳咗開始之後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個地台其實係兩邊規則性咁擺動啦。咁將個盤骨向左同右不斷咁樣去扭動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好似一棟大樓咁樣，由地下開始去做一個活化或者喐動嘅。大家如果記得我上次講過，其實一條脊椎入邊咧，大概有180條細肌肉咧，係連接住我哋每一節脊椎嘅。如果因為痛而唔喐嘅時候，好多時呢啲細肌肉咧就會變到好繃緊啦。冇咗水分或者血液流過嘅時候，就會變得更加痛，做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呢部機就幫到一個好大嘅忙，佢可以將個盤骨扭動嘅時候，將每一條細肌肉向左同右不斷咁樣去拉長同埋縮短，係令到佢哋嘅血液流通同埋水分係增加嘅。根據我自己經驗咧，其實做1至2次，每一次3至4分鐘，患者已經得到一個好顯著嘅改善，即時得到痛症嘅舒緩㗎啦。嗱，咁大家如果有相關嘅問題咧，不妨參考下喎。